歡迎大家嚟到小窮仔嘅頻道。今日係2025年10月31號星期五。以下呢就由我小窮仔同大家睇下呢則新聞啦。而呢則新聞呢嘅資料來源就嚟自10月31號嘅 Yahoo 新聞。咁我哋睇下個標題先。標題呢就講關於社區藥房。唔知道大家對社區藥房有冇啲咩認識呢？咁我哋睇下個內容先。社區藥房明年第四季率先喺4區推行，而2027年四季擴展至18區啦。基層醫療處明年下半年推出社區藥物名單，合資格病人明年第四季起可以到社區藥房復配藥物。而當局公布社區藥房嘅指引，就住運作啦、管理人員嘅標準同埋服務嘅範疇咧，制定咗一啲嘅實務守則，確保翻服務嘅質素。而社區藥房計劃明年第四季分階段推出，設置呢個社區啦同埋院舍兩種嘅服務模式，符合參與藥物重配服務嘅醫管局家庭醫學門診病人，喺醫管局藥房領取首8星期藥物之後呢，就可以去呢一個社區藥房按照呢個醫管局收費復配呢個藥物。而參與基層醫療健康計劃，包括慢性共治計劃嘅市民，亦都可以透過家庭醫生或者參與計劃嘅社區藥房，按共付模式配發藥物。而住喺安老同埋呢個殘疾嘅院舍醫管局嘅病人，就由相關嘅社區藥房定期配發醫管局處方嘅藥物。而處方呢正制定社區藥物嘅名單，而名冊初期呢就係以慢病共治計劃嘅藥物為基礎，涵蓋呢都超過100項嘅藥物㗎，亦都包括糖尿病同埋高血壓嘅藥物等等。日後呢亦都按照病人嘅需要啦，逐步呢就擴展至200至400項嘅藥物啦。而名冊呢就分為3層，包括非專利藥物、個別專利藥物同埋指定嘅藥物，以及特別嘅藥物。各級均有不同嘅入藥機制同埋共付嘅模式。當局最快咧喺明年年中公布共付額嘅收費。而醫務衛生局策略採購統籌處總監張偉倫就話：我哋同醫管局合作一起大量嘅採購，所以原則上供應嘅價錢咧都非常之平嘅。但我哋都基於原則，用者都應該負責共同付費。呢一方面，我哋咧就會確保費用係喺呢一個負擔嘅水平，以及都應該會比市場啦。如果你哋自己買呢啲藥物嘅時候咧，嗰個價錢咧都會平啲㗎。咁計劃初期咧都會喺東區啦、油尖旺、沙田同埋元朗4個區域試行，而計劃嘅首階段明年第4季招標。包括現時嘅註冊藥房等，投標者必須有藥房嘅牌照啦，喺人手、儲存環境、工作流程、電腦系統等嘅方面都要有符合標準啦。醫衛局亦都講到，計劃每區設置4至5間社區藥房，分階段推行，到2027年第4季擴展到全港嘅18區啦。咁就住一個社區藥房，唔知道大家點樣睇呢？究竟會唔會對大家都造成一個方便呢？我相信咧，特別一啲有需要嘅人士啦，起碼咧都可以慳翻一啲嘅時間啦，去排隊喎。咁好希望咧呢一個嘅計劃咧都可以即係可以幫到一啲有需要嘅人啦。如果你哋有咩意見咧，都歡迎大家留言喎。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哋小窮仔咧都好希望咧大家可以透過呢一個嘅報章咧學一啲嘅詞語啦。第一個詞語就係社區藥房。好啦，咁跟住咧我哋又學下第二個詞語啦，就叫做復配藥物。復配藥物。第三個就係社區，同埋第4個院舍。第5個我哋所認識嘅詞語咧就係慢病共治計劃。第6個係糖尿病。第7個係高血壓。第8個係負擔水平。而第9個就係價錢變異。而第10個就係共付啦。
咁希望呢，大家透過呢一個嘅頻道啦，唔單止呢就可以聽到啲新聞，而且呢都能夠呢可以認識下唔同嘅詞語啦。好啦，記得訂閱我嘅頻道啦，多謝大家，拜拜。